嘉义县的义德乡为着要照顾整理的时代，应用台语写四句联，设计趣味的倒仔耍。毋但甲时代来认捌嘉义县的特色，嘛，互因会当激头脑，减慢失智的状况。日本时代真请呀，台湾算来第3名，来，一对。老师念着地方特色的四句联来考在场的时代，这套用嘉义县故乡的景点特产食食古迹做主题倒仔耍，佮配合四句联的方式，好时代会当哪讲哪去头壳，知影嘉义县古迹佮有其他乡镇特色。用谚语，个咱的18乡镇，还有咱的茶，阿里山就产很多的茶，所以我们把这3个桌游的设计，我们都融入了4句联。增加我们的记忆啦，我们活化我们的那个记忆啊，怕袂失智。中正大学创新育成中心内底专门多元落学发展协会，针对嘉义县的特色设计倒仔耍，毋但用四句联，佮使用台文字，希望厝内实施伫播音耍的过程，增加对台语的认捌。四句联，这个是用怀旧甚至最当地的一个文化，那融入在课程里面，让老人家更想要参与。有迄个什么出产的物件，加所有加特色。咱念的，咱就当知影。卫生局表示，义德乡是县内第3老的乡镇，这时代较侪拢是做事人，透过趣味的倒仔耍甲活动，希望增加时代参与的意愿，嘛来减慢时代因为年会所产生的失智情况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